运动最近日本足时行一款叫做733困眠减肥法，讲一天就要困7点钟，若要困头3点钟，袂当互人搅扰。明仔尾3点一定要困甲落眠，安尼一个月会当瘦1公斤。咱台湾的医生讲，困无好会影响代谢，也毋过这款的困眠减肥法讲较紧，若要做就较学，毋是逐个人拢适合。想要减肥，上较重要也是食食的关系，佮爱配合运动，有好的困眠品质，安尼才会当产后健康。伫健身房内底安尼拼说咧运动，也若食物件，就搁较爱张弛讲究。若想要减肥，即马伫日本有一个出名的即个减重医师发现讲，简单困嘛会瘦，敢有影？来甲看即个7:3:3困互瘦的瘦身法。也就是讲，困眠爱有7点钟，头前的3点钟袂使去人搅吵拍断，避免来拍断即个体内激素的代谢。另外，伫翻正3点的时，嘛爱困到足落眠的，照安尼一个月就会当瘦1公斤。不过，国内医师对这个讲法有无同的见解，都会影响到你隔一天的这个代谢的情形。变胖或变瘦，其实也不单纯只有代谢率。有的人他睡觉睡很少，那可是他吃东西就是吃得更少。那当然他其实会变瘦了。医师表示讲，其实大家人适合困的时间拢无啥共，若是困无好，确实会去影响到身体的代谢。不过，医师认定讲，这个困好瘦的瘦身法，伫个实际上来做是有困难，嘛毋是讲大家人拢会哈。在11点到凌晨1点到2点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肝脏循环最好的时候，所以它等于是把你整天吃的东西、消耗的东西，全部在这时间点做处理啊。伫个暗时啊11点到反正1、2点，这是肝咧解毒的时阵，这个时间一定要好好啊甲困，安尼才会当互肝好好啊来代谢。不过医生嘛讲，想要减重，毋若爱困会加多，上重要的是食物件热量的控制。若想讲炒火搭尾来补无食，安尼是无法度来维持健康甲出球的身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